本集已經播講完畢，多謝你嘅收聽。如果覺得好聽嘅話，幫手點個讚，同埋推薦下專輯啊！月票投得越多，我哋嘅動力會越大，更新嘅速度就會越快。歡迎大家踴躍評論，我哋都會一一回覆。多謝你嘅支持。更多好聽又精彩嘅故仔，請關注月有聲氣工作室。我哋下集見。第181集，我能夠通過睇一眼啤牌，就可以對啤牌嘅數目進行精準嘅判斷。摸一下錢嘅厚度，就可以清楚呢沓錢有幾多張。咁係我對分寸嘅掌握。我能夠掌握薄薄嘅一層紙嘅分寸，自然咁一睇就知道陸道海塊皮有幾厚。我嘅呢一刀，只會喺佢條頸嘅皮膚上留低一條淺淺嘅刀口。呢種刀口嘅深度會流出些少血，但係就算去醫院都唔需要縫針，更加冇能威脅生命。呢種小傷平平無奇，但係喺呢種極度緊迫嘅環境下，佢起到咗非同凡響嘅作用。血液流咗出嚟，就係我啱先用刀界咗下陸道海條頸。見到我真係咁喐手，佢哋啱逼緊嘅腳步整齊劃一咁踎喺原地。呢班仆街，同我退翻去！我用黐咗血跡嘅刀指住阿孟嗰班人，大聲喝罵：都佢叫你哋退翻去啊！冚家鏟你，想死啊！你哋走走走走走走！當我用刀喺陸道海條頸上界咗刀嘅時候，我能夠清晰通過佢嗰一團俾我扯緊嘅頭髮，感受到佢成個身體嘅恐懼同埋戰鬥。佢唔係一個天不怕地不怕，死都唔怕嘅狠角色。佢啱先喺度賭我唔敢喐手。當我喐手之後，佢明顯係服軟，亦都認衰仔。三哥，我服啦，你夠狠，你夠狠。冇幾個人能夠喺生命受到迫害嘅時候做到真正嘅無懼死亡。佢哋出嚟行嘅爛仔，叫佢哋傷害人哋，佢哋唔會手下留情。當自己受到傷害嘅時候，佢哋就比邊個都懂得惜命。叫佢哋所有人躝到最裏邊嗰盡頭嗰度。我用刀指住條巷道路嘅盡頭，嗰度係另外一條街頭。叫佢哋過去嘅目的只有一個，我驚等陣放咗陸道海之後，佢哋反悔，叫佢嘅手下繼續對我產生不利嘅行為。龍齋啊！你哋揮過啊！陸道海對住阿孟幾人破口大罵，對眼仲時不時咁向下瞄，去睇下佢條頸嘅傷口究竟有幾深，究竟流咗幾多血。拍起身啊！喺陸道海嘅命令下，阿孟、黃純、馬天明呢班男仔向住街巷嘅盡頭嗰另一條街道跑去。睇到佢哋漸行漸遠，已經對我構唔成威脅嘅時候，我鬆開咗捉住陸道海頭髮隻手。右手就依然握住嗰把刀。喺我放開陸道海之後，佢迅速脫身，同我拉開距離。用刀傷人嘅事，我係第一次做，我都驚。佢扎扎跳咁離開我身邊，反而令我鬆咗啖氣。你而家收聽緊嘅係由豬仔、付小山、童仔共同演播嘅《我做老千那些年》，歡迎訂閱收聽。陸道海，你話我同你哋無冤無仇，係你哋挑事在先，係都要纏住我唔放做咩？真係要搞到個家破人亡先至肯罷手啊！我靠喺身後嘅牆上，伸手摸出自己煙仔嚟，目光時不時望向陸道海，探查佢嘅動向。我同陸道海嘅結怨係佢哋調戲光帆在先，至於話小馬哥住院，亦都係因為馬天明同埋黃宇佳而起。我同埋黃純、馬天明、黃宇佳嘅仇係從初中嗰陣結落嚟。陸道海同埋小馬哥咁咪純粹自己攞嚟。兄弟，以後我哋兩個嘅仇怨一筆勾銷，冇必要。我諗咗下，完全冇必要。陸道海嘅身體向住遠處竄去，嘴上講住安撫我嘅話。見到佢嘅反應，我就知道
啱先嗰啲話就喺度對牛彈琴。今日我當住佢嘅細佬嘅面丟咗佢嘅架，如果俾佢捉到機會，佢仲唔會整我嘅。我悔笑咗一聲，點着煙，唔再理陸道海，向住巷外走去。陸道海，我俾呢句忠告，唔好再打我主意，否則後果你承擔唔起。咁係我對陸道海嘅忠告，唔係威脅。如果佢再對我有圖謀不軌嘅心，佢就係我嘅威脅。嗰個時候，我會諗盡一切辦法清掃對我有威脅嘅人。走出咗街巷，我打咗架的士，向住我同江帆住嘅房趕去。我擔心佢哋會再追過嚟揾我麻煩，索性嗰啲從屋企收拾嘅生活用品，亦都遺棄喺醫院。坐喺的士上，走出去幾百米，一架警車呼嘯而過，向住醫院嘅方向駛去。諗嚟，咁應該係嗰兩個警務室嘅阿伯報嘅警鈴。就呢啲速度，如果我冇啲本事嘅話，等佢哋到咗，我早就瞓喺地上啦。經過啱先發生嘅事，我心裏邊明確咗個諗法，咁就係一定要有我自己嘅實力，有我自己嘅團隊，否則遇到呢種危機，我甚至連一個叫幫手嘅人選都冇。大軍有實力，但係咁係求人辦事，成日都麻煩人哋，我抹唔開呢個面。久而久之，大軍亦都未必願意幫我。聶老闆同埋大軍嘅性質係相同嘅，終歸係依靠人哋，搞到自己嘅命運掌握喺人哋嘅手上。人哋話幫我，我先至可能得救。我做老千那些年，作者哈克愛德瑟。本作品由縱橫中文網授權，回聲文化出品，粵有聲氣工作室製作，豬仔領銜演播。本集已經播講完畢，多謝你嘅收聽。如果覺得好聽嘅話，幫手點個讚，同埋推薦下專輯啊！月票投得越多，我哋嘅動力會越大，更新嘅速度就會越快。歡迎大家踴躍評論，我哋都會一一回覆。多謝你嘅支持。更多好聽又精彩嘅故仔，請關注粵有聲氣工作室。我哋下集見。第182集，人哋唔幫我，咁我只能夠等死。我唔中意求人辦事嘅感覺，更唔允許自己嘅命運掌握喺人哋嘅手裏邊。我係一個野心家，從伊麗娜開始，我要培養我自己嘅團隊。我唔想成為嗰班大老闆賺錢嘅工具，我要真正做到金主同埋老千平起平坐嘅位置。我更想成為好似聶老闆嗰種黑白兩道呼風喚雨嘅人物。從我入老千江湖經歷過嘅種種事件，愈發令我清楚認知到呢一點。唔想甘於人下，就要有野心，有行動。拿破崙有句話講得好好，唔想做將軍嘅士兵唔係個好士兵。我冇好嘅出身，就要比人哋更加敢諗，敢去做。次日一早，我同江帆仲處於熟睡中，客廳裏邊嘅驚喜無緣無故咁吠咗一聲，將我從睡夢中驚醒。我擘開眼，俾江帆枕住隻手麻咗陣。喺驚喜嘅吠聲下，江帆都慢慢擘開咗眼。BB 啊，你睇，驚喜送手機過嚟俾你啊！江帆擘開眼，睇到嘴裏邊擔住手機嘅驚喜，慢慢起床過去。佢手裏邊攞住嘅手機係我嘅，手機鈴聲仲喺度響住添。驚喜真係聰明嘅啫。我接過手機，用手摸咗佢直頭，揈咗有啲酸麻嘅手接通電話。呢通電話係梅姐打嚟嘅，佢負責嘅棋牌室每日營業到凌晨。按道理呢個時間點，佢應該瞓緊覺先係嘅。同我打嚟嘅電話，肯定係有事要傾嘅。喂，梅姐，我從床上坐起身，靠喺床包上。小東啊，收網嗰邊打電話過嚟話，嗰個衰人啊同人講電話，約咗中午喺山城嗰度打邊爐。我覺得呢個係個機會嚟嘅。梅姐急切嘅聲從電話嗰邊傳嚟。趙天明將梅姐同埋個細路拋棄，一走了之，對梅姐造成好大嘅創傷。
梅姐嘅報復心一刻都未停止過。如今嗰個傷害過佢嘅男人翻嚟嘅，佢早就為此而心刺。喺啲細佬嘅調查下，趙天明每日出門嘅時間都唔固定，亦都冇固定去嘅地方，甚至有時候徹夜不歸。喺呢種捉唔到生活規律嘅情況下，只能夠另尋其他偶遇嘅機會。例如中午嘅飯局，喺梅姐眼裏邊係機會，喺我嘅眼裏邊同樣都係。好，我而家就聯繫伊莉娜，呢件事交俾我。我睇咗眼時間，上午9:40，時間緊，任務重，仲有好多注意事項以及方式同埋方法都需要囑咐伊莉娜。你而家收聽緊嘅係由豬仔、付小山、童仔共同演播嘅《我做老千那些年》，歡迎訂閱收聽。吸咗電話，我揾出咗伊莉娜嘅電話號碼，準備打過去。伊莉娜，邊個嚟噶？我個撥通鍵仲未撳落去，一道陰冷嘅目光從床嘅嗰邊刺咗過嚟。我轉過頭去，笑住望向江帆，佢個微微一笑之下，透露住危險嘅味道。啊，伊莉娜，係我請一個反將，我唔係同你講過咩？我準備做一個老千團隊嘛，佢係我第一個員工。江帆好小氣，佢最忌就我身邊有女性人物出現，佢可以接受我每日喺梅姐嘅場嗰度玩，咁都係梅姐離咗婚，帶住個細路仔，對佢造唔成威脅。我係聽講你要成立一個老千團隊，點解有女人嘅？江帆笑中藏刀，佢嘅呢番問題問到我背脊直飆冷汗。咁唔係嚟唔切咩？講實話，我唔係驚你嬲咩？喺佢嘅眼神逼逼下，我選擇咗講實話。好。江帆重重一點頭，指住我手機講：打過去啊！我眉頭忍唔住一皺，我好唔容易揾嚟咗一個心儀嘅員工，我驚江帆叫我炒咗伊莉娜，但係我仲係照做，撳低咗撥通鍵同埋免提鍵。東哥，電話接通，傳嚟伊莉娜嗰唔係好正嘅粵語，佢嘅廣東話講得好流利，但係口音呢係好難改正嘅嘢嚟嘅。佢嘅口音仲帶住啲俄羅斯味添。打扮下，1個鐘之後打車到丹州小區北門嗰度等我。今日有任務。丹州小區就係我同江帆住嘅呢個小區。好嘅，東哥，再冇嘢做呢，我都要懷疑你係個騙子啦。伊莉娜輕笑一聲，快啲執拾下。講完之後，我吸咗電話。東哥，估唔到你又雇咗一個外國女人喎。東哥，佢邊個國家噶？東哥，江帆模仿住伊莉娜嘅口吻，一口一個東哥，叫到我成身都唔自在。俄羅斯嘅，我乾笑一聲回答講。笑？你仲笑？江帆伸手喺我大腿內側用力咁搣咗嘢。俾我發現你哋兩個有路啦，你知死！我做老千那些年，作者哈克愛德瑟。本作品由縱橫中文網授權，回聲文化出品，粵有聲氣工作室製作，豬仔領銜演播。本集已經播講完畢，多謝你嘅收聽。如果覺得好聽嘅話，幫手點個讚。同埋推薦下專輯啊！月票投得越多，我哋嘅動力會越大，更新嘅速度就會越快。歡迎大家踴躍評論，我哋都會一一回覆。多謝你嘅支持。更多好聽又精彩嘅故仔，請關注月有聲氣工作室。我哋下集見。第183集。我哋兩個真係冇事噶，真係噶。我被佢搣到痛呼一聲，從床上彈咗落去，向住洗手間走去。你仲喺度笑？路過驚喜嘅時候，
我見到佢個漸漸地有啲歡樂嘅表情，忍唔住喺個屁屁上一拍。你都只不過係夠膽咁樣對驚喜嘅啫。身後傳嚟江帆不時嘅笑聲。走到洗手間嘅門口，我轉過身，對住江帆做咗個警告嘅狀態，非常嚴厲咁開玩笑。你等住，晚黑我就整到你喺張床上求住我輕啲。講完之後，唔顧江帆嘅步走，我關咗洗手間嘅門，即刻反鎖。10點半，我同江帆從屋企出發。江帆嘅警惕心、防備心令到我無語，係都要跟埋我一齊去。美若其名係去幫我把關、出謀劃策，實質上呢，佢就係想見下伊莉娜，去睇伊莉娜會唔會威脅到佢，會唔會從佢身邊搶走我。對此，佢完全係多慮嘅。我對呢份愛，對江帆都係100%嘅忠貞嘅，冇可能會做出出格嘅事。我哋2個人開住佢嘅奧迪車，開出咗小區。嗰個就嗰個咩娜？架車啱出小區，江帆面向左側街道，陰陽怪氣咁問：哼，有幾索幾 sexy 嘅喎。我順住佢目光睇去，一眼就睇到眾多閒人中鶴立雞群嘅伊莉娜，到膝頭嘅長皮靴，將近成米白嘅身高，金色嘅頭髮，仲有一個令人心跳加速嘅黑絲。走到邊度，伊莉娜都係一道靚麗嘅風景線。來往路過嘅行人，尤其係男人，99%目光都會喺伊莉娜嘅身上停留。係，我淡定咁點咗頭，將車窗降低，伸出個頭對住伊莉娜嗌：伊莉娜，上車！聽到我嘅叫喚，伊莉娜面上浮現出笑容，向住車上走嚟。而來往過路嘅男人見到伊莉娜呢個外國大靚女俾我叫上車，紛紛對我投嚟敵意嘅目光。哇，當哥，你架車好靚啊！閂上車門，伊莉娜坐喺後排，笑住誇讚：呢台車係江帆嘅愛車，佢喺內飾裏邊擺咗好多嘅小擺件，確實對於女仔嚟講，嗰種各式各樣嘅小玩意好靚。呢個唔係你東哥嘅車，係你東嫂嘅車。仲未等我開口，江帆擰轉頭，目光充滿敵意咁同埋伊莉娜對視，氣氛即時俾我一種劍拔弩張嘅壓迫感。自我介紹下，我叫江帆，係李喜東嘅女朋友。眼神交鋒咗1-2秒，江帆面上浮現出笑容，佢主動伸出手自我介紹：老闆娘你好，我叫做伊莉娜。伊莉娜對於男女之間嘅爭風呷醋根本就唔感興趣，佢又唔係中意我，佢係為咗賺錢先至上咗我呢條船嘅。對於啱先江帆充滿敵意嘅目光，佢只係一笑而過。你而家收聽緊嘅係由豬仔、付小山、童仔共同演播嘅《我做老千那些年》，歡迎訂閱收聽。兩人互相介紹之後，我哋時間緊，任務重，我都要同埋伊莉娜講述我嘅戰略部署以及注意事項。伊莉娜，你今日嘅目標喺間火鍋店嗰度，到咗嗰度我會指俾你睇嘅。我嘅諗法係咁嘅，你去調一碗蘸料，等佢出現嘅時候呢，你攞住蘸料同佢撞埋一齊。記住啊，唔可以太刻意，就係唔小心、唔留神咁撞一下，將啲蘸料灑佢件衫上，以賠償或者幫佢洗乾淨件衫嘅方式同佢拉緊關係。記住啊，唔好提任何同埋件衫無關嘅事，先以交朋友為主。咁係我諗到嘅方法，睇似好老套，但係就非常實用。接觸只係第一步，剩低嘅仲唔急於交俾伊莉娜，俾佢一步一步咁完成我嘅旨意就得啦。明白，我 OK 噶。伊莉娜俾咗個 OK 嘅手勢，表示佢已經聽明咗。關於反賬嘅注意事項以及方式方法，呢幾日我同伊莉娜講述咗好多，佢好聰明，亦都聽咗入去。只不過今日係佢第一次行動，我必須要跟喺佢身邊，有咩疏忽之處，我都可以及時提醒。11點，我哋3個人
準時到達咗山城火鍋。梅姐嗰邊都嚟咗電話，蘇望一直跟蹤住趙天明，佢哋正喺嚟嘅路上。嗰個趙天明我見過一面，我過目不忘，只係見一面。如果俾我一張紙，我都可以畫出佢嘅樣嚟。我哋三個人選擇咗門口附近嘅位置坐低。呢個位置只要趙天明入門，就一定會經過嘅，方便我同伊麗娜指認。大概過咗10零分鐘，趙天明同埋一個地中海嘅中年男人一齊入門。嗰個着黑色貂皮、戴眼鏡嗰個就係。我同江帆喺背靠門嘅一側，伊麗娜就坐喺我哋嘅對側。我哋睇門口嘅位置需要回頭，但伊麗娜就唔使。安排咁樣嘅位置係為咗方便佢觀察。喺我嘅提示下，伊麗娜抬頭望向嗰個方向。我做老千那些年，作者哈克愛德瑟。本作品由縱橫中文網授權，回聲文化出品，粵有聲氣工作室製作，豬仔領銜演播。本集已經播講完畢，多謝你嘅收聽。如果覺得好聽嘅話，幫手點個讚，同埋推薦下專輯啊！月票投得越多，我哋嘅動力會越大，更新嘅速度就會越快。歡迎大家踴躍評論，我哋都會一一回覆。多謝你嘅支持。更多好聽又精彩嘅故仔，請關注粵有聲氣工作室。我哋下集見。第184集，我就同江帆有一搭冇一搭咁傾住偈，扮作正常嘅食客。喺服務員嘅指引下，趙天明同埋嗰個光頭佬向住裏邊走去。果然，男人本色，好色個色啊！趙天明兩人從伊麗娜身邊路過之後，呢兩個麻甩佬嘅目光仲喺伊麗娜同埋江帆嘅身上來回掃視，眼裏邊散發住貪婪嘅慾望。記住未啊？記住啦。伊麗娜點頭。接下嚟，我哋就好似普通嘅食客喺度食飯，隨意咁傾偈。東北人嘅火鍋離唔開芝麻醬。芝麻醬啊、腐乳汁啊、韭菜花啊，仲有蒜泥、香油同埋辣椒段都係必備品。喺呢個寒冬，望住外面嘅雪景，夾起片羊肉，沾啲芝麻醬，鬼死咁正。我哋嚟得比趙天明要早啲，佢哋兩人到嘅時候，我哋已經開始食啦。服務員正喺度幫我哋呢台加湯嘅時候，我餘光睄到咗調料區嗰個區域，嗰邊。趙天明攞起個空碗，正準備喺度調蘸料，我連忙同伊麗娜打眼色，嗌佢去。伊麗娜同我回咗一個放心嘅目光，佢將自己大半碗嘅蘸料倒出一半喺盤裏邊，蘸料碗裏邊只留低一小部分。佢攞住呢個碗仔，攞起手機，扮晒樣咁喺度打住電話，嘴裏邊講住嘅都係俄羅斯語，我聽唔明。見到伊麗娜同自己加戲，我心裏邊暗到一聲聰明，以點帶面，呢個鬼妹一點就透啊！伊麗娜去執行任務，我亦都冇繼續食嘅心思，目光一直停留喺伊麗娜嘅背影上。好唔好睇啊？正當我十分專注，準備睇一場我精心策劃嘅戲碼嘅時候，我身邊就響起咗一道陰質質嘅聲。好睇？我喺專注嘅狀態。個嘴忍唔住回答出內心嘅真實諗法。當呢兩個字講出口之後，我先至意識到件事唔對路，尷尬咁歪向頭望向江帆。嗰個我係話呢出戲幾好睇。我忍唔住伸手摸咗一鼻，呢句話確實喺度講大話。伊麗娜嘅身材真係唔話得，佢真係嗰種前凸後翹，好豐滿，要波有波，要囉有囉。如果唔係我已經同江帆拍拖，我一定使錢去買伊麗娜嘅出街裝。黎氣東，等我翻到去啦，知死！江帆嘅溫柔一掃而空，佢伸出手喺我隻手上搣咗下，我能夠睇得出嚟，佢因為呢件事好嬲。哎呀，冇嬲，BB，
今日喺度做緊局咩？我低聲氹住江帆，唔知點解，只要佢有脾氣，我成餐飯都覺得食得冇味咧。你而家收聽緊嘅係由豬仔、付小山、童仔共同演播嘅《我做老千那些年》，歡迎訂閱收聽。對唔住啊，對唔住啊！就喺呢個時候，調料區嗰度傳嚟咗伊麗娜慌亂嘅驚呼聲。我將目光望過去，呢個時候，伊麗娜一手攞住調料碗，一隻手攞住手機，嗰個調料碗上仲不停咁向下滴落住芝麻醬。你都咪話，佢嘅演技好唔錯，慌亂個樣扮得好真。喺伊麗娜嘅對面，趙天明藏藍色嘅格仔衫俾芝麻醬搞到黃琴琴咁，連帶佢條褲都被殃及池魚。伊麗娜一邊道歉，一邊放低手中嘅調料碗，接過服務員遞俾趙天明嘅紙巾，幫趙天明抹住身上嘅汁料。都唔知佢係特登嘅定係無心嘅。喺佢咁樣抹嚟抹去之下，件襯衫被污染嘅面積就越嚟越大。冇事冇事，俾我嚟啊！趙天明好紳士咁微微一笑，攞過伊麗娜手中嘅紙，自己抹咗起身。先生啊，呢件衫俾佢整污糟咗，真係唔好意思啊。或者咁啦，呢件衫幾多錢？我賠翻俾你。或者你係喺邊個商場買嘅？我買翻套俾你啊。伊麗娜一副唔好意思嘅姿態，佢伸手撩咗下頭髮，盡顯無味。冇事嘅，千零蚊嘅嘢，等陣翻屋企攞洗衣機洗下就得噶啦。趙天明微微一笑，一副好大度咁嘅樣。如果唔係我了解過佢嘅種種惡迹，又真係好容易俾佢咁樣嘅衣冠禽獸嘅表象俾呃咗。先生，衫上面有油漬，洗衣機呢係洗唔乾淨噶。伊麗娜搖咗頭，繼續進攻。我知道先生係好人，唔想要我破費啊。但係整污糟咗呢件衫，我個心真係好愧疚。咁啦，你將件衫俾咗我洗翻乾淨之後再還翻俾你，你覺得點樣啊？冇陣功夫，伊麗娜笑琪琪咁攞咗一碗蘸料走咗翻嚟。搞掂。佢養咗手機，示意佢已經攞到咗趙天明嘅電話號碼啦。犀利！我對佢豎起大拇指。人類都渴望讚美同埋認可嘅，咁係人性。有好多人唔中意讚人，並且以一種尖酸刻薄嘅角度去貶低、吹毛求疵。嗰種做法，非但止唔可以抬高自身，反而會令到對方厭煩，係不可取嘅。所以我從嚟都唔會孤寒對他人嘅讚美。我做老千那些年，作者哈克愛德瑟。本作品由縱橫中文網授權，回聲文化出品，粵有聲氣工作室製作，豬仔領銜演播。本集已經播講完畢，多謝你嘅收聽。如果覺得好聽嘅話，幫手點個讚，同埋推薦下專輯啊！月票投得越多，我哋嘅動力會越大，更新嘅速度就會越快。歡迎大家踴躍評論，我哋都會一一回覆。多謝你嘅支持。更多好聽又精彩嘅故仔，請關注粵有聲氣工作室。我哋下集見。第185集。耶娜，你今日唔好急於聯繫佢，聽日再聯繫。就話自己忘記咗，吊下佢胃口，然後再以件衫嘅理由約佢見面。我安排講，人性都係個通病，越難得到嘅嘢就越掛住，越容易得到嘅就越唔珍惜。釣魚要有耐心，往往啲魚喺度玩鈎，唔代表係真係咬鈎。釣人都一樣。放心啦，東哥，你連男人係點樣嘅，我都知道。伊麗娜狼吞虎咽咁喺度食住菜，嗰副樣同佢嘅形象完全唔符合，頗有一種男人嘅豪爽。只係講出嘅話就有啲唔太中聽。
我都唔會計較。伊莉娜做過夜場陪酒，喺各式各樣嘅男人面前周旋，對於男人嘅心，佢或者真係會比我知得多，所以我都唔做講解啊。食完飯，我埋完單之後，拖起江帆隻手。佢呢個人呢，有啲奇怪，硬係莫名其妙咁發嬲，但係都好容易俾氹好。要唔要嗌伊莉娜過去打下招呼啊？江帆拖住我隻手，目光投向裏邊趙天明所坐嘅位置。我知道佢嘅心思，佢同我見伊莉娜準備起身走人，不告而別，佢覺得咁係一種唔禮貌嘅行為，會好容易留低壞印象。唔使，我微笑住搖頭，拖住江帆走出火鍋店。唔係咁好啩？江帆反問，呢次仲未等我出口，喺旁邊嘅伊莉娜就幫佢解答起身。啲男人都係賤骨頭，不告而別令到佢失望，等到我聽日再主動聯繫佢，佢先至會覺得驚喜噶。伊莉娜嘅呢番話令我對佢刮目相看，更加令我確定我自己銀錢劃過嚟嘅呢個俄羅斯女人物超所值。佢對男人嘅心夠了解，佢嘅諗法同我一樣，地獄到天堂嘅反差感先至會令人哋更懂得珍惜同埋愛戴。就好似有一件你特別中意但係就無法得到嘅嘢，突然出現喺你嘅面前，屬於你嗰種喜悅感同埋幸福感先至係最爆棚嘅。食過中午飯，伊莉娜打車離開咗，我同江帆就開車去咗醫院。早上嘅時候，我同張克打咗個電話，專家團隊上午已經抵達省城機場，張克安排車隊已經接到佢哋啦。今日下午呢啲外國專家團隊就會抵達醫院。我作為民宿嘅侄仔，喺呢種重要嘅場合，雖然未必可以起得到咩作用，但係就一定要參加。你而家收聽緊嘅係由豬仔、付小山、童仔共同演播嘅《我做老千那些年》，歡迎訂閱收聽。我同江帆抵達醫院嘅時候，專家團同埋張克都仲未到。我入咗病房，我將江帆買嘅禮品放喺櫃台上，拉過江帆嚟對民宿介紹。叔，我同你介紹下我女朋友江帆。叔叔好。喺我介紹後，江帆微微躬身，甜甜咁對住民宿一笑。對於江帆嘅禮貌示好，民宿則一反常態咁冷漠。呢個態度令我好意外。民宿呢個老嘢脾氣雖然怪咗啲，但係佢待人不嬲都好謙和嘅。今日嘅態度有啲反常嘅。黑黑佢哋過咗嚟未啊？民宿對我帶女朋友嚟睇佢呢件事，直接置之度外，反而係提起咗張克。佢梗係擺明令我難堪。我目光睄咗一眼江帆，佢仍然係一副微笑溫柔嘅樣，但係望向我嘅眼神中就有一抹冷意。哎呀，民宿啊民宿，你呢一個人真係害死我啦！以江帆嘅個性，出咗呢道門，佢一定會好嬲我噶。張克佢哋應該仲喺路上。我對民宿眨咗一眼，示意佢俾啲面我。人哋江帆好心好意嚟探佢，冇理由成日擺住副冷面嘅。我有啲眼瞓，等黑黑到咗再叫我。民宿對我眼色視而不見。佢講完咗呢句話，直接轉過身去。叔叔要瞓覺啊，小東，我哋出去等啊。江帆我屎亮燈咁掘咗我一眼，佢和顏悅色咁講完呢句話，直接退出房間。我跟喺江帆嘅身後。江帆離開病房之後，步伐並未停止，直接向住電梯嘅方向走去。睇嚟佢肯定係嬲咗啦。江帆，江帆，你冇嬲啦。民宿嘅脾氣係咁噶，好古怪啊！我拉住江帆隻手，幫民宿解釋。唔好掂我，你喺呢度等張克噶，我返去先。江帆揈甩我隻手，因為佢原生家庭嘅問題，
其實佢嘅內心都係自卑嘅。原生家庭有問題嘅細路仔，通常係兩種極端嘅性格，一種就係暴虐，一種就係自卑。我了解江帆，佢需要嘅係重視，係認可。佢最憎同埋最畏懼嘅就係冷漠。文叔嘅冷漠深深咁刺痛咗佢。江帆，文叔佢重病在身，有時候會情緒錯亂，平時佢都唔咁樣。李喜東，乜你睇唔出咩？佢睇唔上眼我估佢心入邊已經為你謀定咗人選，佢想叫張克做你老婆啊！江帆冷冷咁撇低咗一句，頭都唔回咁向前走。我做老千那些年，作者哈克愛德瑟。本作品由縱橫中文網授權，回聲文化出品，粵有聲氣工作室製作，豬仔領銜演播。本集已經播講完畢，多謝你嘅收聽。如果覺得好聽嘅話，幫手點個讚，同埋推薦下專輯啊！月票投得越多，我哋嘅動力會越大，更新嘅速度就會越快。歡迎大家踴躍評論，我哋都會一一回覆。多謝你嘅支持。更多好聽又精彩嘅故仔，請關注粵有聲氣工作室。我哋下集見。第186集，關於張克同埋文叔嘅關係，我都同江帆講過。佢係我嘅愛人，愛人之間朝夕相處，無話不談。冇可能嘅，絕對冇可能嘅。文叔都希望我同埋張克少啲來往嘅。我緊緊追上江帆嘅步伐。如果就咁俾佢帶住火氣走咗，我個心會一直俾呢件事搞到心神不寧嘅。我返去先啦，我要冷靜下。電梯門打開，江帆走入電梯，伸手指住咗我想要跟上電梯嘅腳步。你去陪你阿叔啦，有啲乜嘢今晚返嚟先講啊。好咧，我答應咗一聲，望住電梯關閉，江帆嘅身影一啲啲咁消失喺視線中。醫院嘅走廊唔俾食煙，我走到吸煙區，點着咗支煙，喺度諗住點解文叔對待江帆嘅態度會如此反常。喺之前，我同文叔傾過偈，亦都將我拍拖嘅事講俾咗文叔聽。我仲同文叔特登傾過江帆，佢問咗好多，我亦都將江帆嘅原生家庭以及佢嘅苦講俾咗文叔聽。嗰個時候，佢冇講任何嘅嘢，叫我自己把關。今日佢初見江帆嘅時候，仲帶住笑容嘅，但係唔知點解面色突然就轉變，變得冷漠至極。日子已經食完咗，我返病房去，所以問個究竟。嗰個姑娘呢？入咗病房，文叔平靜咁望住我。公司有啲事，佢先返去。我並冇講俾佢聽，江帆係一個老千。對於江帆嘅身份，我係一直隱瞞文叔嘅，因為文叔一直希望我可以揾翻個幫我把持家、識過日子嘅女人。返咗賭場啩？文叔把聲漸漸冷咗，我微微呆。文叔係點樣發現江帆係老千嘅身份嘅？唔通佢係因為我隱瞞咗江帆嘅身份而嬲？唔至於啩？就算江帆係一個老千，按照我對文叔嘅了解，佢都唔會咁樣對待江帆嘅。阿叔啊，就算佢係個老千，你都唔可以咁樣嘅態度嘅。我拉出咗張板凳，坐喺文叔嘅床邊，用玩笑嘅態度講：你而家收聽緊嘅係由豬仔、付小山、童仔共同演播嘅《我做老千那些年》，歡迎訂閱收聽。文叔係我最親近嘅人，哪怕呢件事我覺得文叔唔啱，我亦都唔會對佢有任何嘅脾氣。文叔係我不可缺失嘅親人，江帆佢對我都好重要，但係佢就永遠都唔可以同文叔媲美。小東啊，我上次有冇同你講過，原生家庭有問題嘅姑娘，我哋盡量唔好掂。
唔係我冷漠，係呢種女人過於難纏啊。文叔嘆咗啖氣，阿叔，你上次確實講過，但係你唔係都話叫我自己把關嘅咩？文叔確實一再強調過，原生家庭唔好嘅女人，叫我一定要慎重考慮。以佢過來人嘅經驗講俾我聽，呢類型嘅女仔一定會有性格缺陷，尤其係江凡呢種天堂跌入地獄嘅打擊。的確，我能夠感受到江凡格外敏感，控制欲極強，成日都會因為一啲小事無緣無故咁發狼戾。但係呢啲我都可以接受。而且喺我眼裏邊，咁係一種愛我、在乎我嘅表現。以前我哋仲未拍拖嘅時候，佢都係一副冇所謂嘅冷漠態度。相比於以前，佢而家嘅態度，我更中意，更能夠感受到溫度。但係佢係一個老千，老千又點啫？我而家咪又係走上咗老千呢條路。我不解咁繼續追問，我愛嘅係江凡呢個人。同埋佢嘅家庭、職業無關。佢對我好，我可以感受到佢係真心咁對待我嘅。但係我唔明白點解文叔會有咁大嘅敵意。睇見佢，我就諗起到尹紅嗰對凌厲嘅眼，太似啦。文叔伸手喺嘴邊俾咗個夾煙嘅動作，佢眼眸深邃，似乎陷入咗某種回憶。細嗰陣，文叔成日都會做出嘴邊夾煙嘅動作，係用動作講俾我聽佢要食煙。我從袋裏邊攞出煙嚟，攞到文叔嘅嘴邊，又攞出火機幫佢將煙點着。尹紅係文叔嘅前妻，嗰個立走咗文叔千萬家產、絕情毫無人性嘅女人。文叔從未虧欠過尹紅，佢對尹紅唔錯，但係尹紅就喺文叔落難嘅時候選擇咗背叛。佢用一個如此冇人性嘅冷血動物嚟比作江凡，咁令我心裏邊好唔係滋味。喺我心裏邊，尹紅嗰種女人連江凡嘅一條頭髮絲都比唔上。江凡同佢唔一樣噶，我反駁講，我咁肯定，如果有一日我出千俾足，被斬斷咗手腳，江凡唔會拋棄我。相似嘅原生家庭，一樣嘅職業，甚至連樣貌都有三分相似。尹紅嘅背叛令到我諗咗好幾年，我分析過我哋嘅點滴，如膠似漆。佢嘅背叛完全出乎咗我嘅意料，我一直都唔理解。後嚟我諗通咗，佢呢種人唔會愛上人哋嘅，佢只有佢自己，身上嘅亦只有錢。佢唔想帶上我呢個冇利用價值嘅拖油瓶，拋低我，佢可能會良心上有愧疚，但係留低嚟，佢嘅後半生都會俾我拖垮。呢種女人夠狠。我做老千那些年，作者哈克愛德瑟。本作品由縱橫中文網授權，回聲文化出品，粵有聲氣工作室製作，豬仔領銜演播。本集已經播講完畢，多謝你嘅收聽。如果覺得好聽嘅話，幫手點個讚，同埋推薦下專輯啊！月票投得越多，我哋嘅動力會越大，更新嘅速度就會越快。歡迎大家踴躍評論，我哋都會一一回覆。多謝你嘅支持。更多好聽又精彩嘅故仔，請關注粵有聲氣工作室。我哋下集見。第187集，我望住民宿，佢仰望天空，滿眼盡是回憶，而我都唔知點樣為江凡反駁。江凡究竟係點樣嘅人？我真係摸透咗咩？我唔了解尹紅，但係有一點俾民宿講中咗，江凡鍾意錢，特別鍾意錢。
我仲未同江帆喺埋一齊嘅時候，佢有一次飲醉咗，講過一句令我記憶猶新嘅話。佢話呢個世界上除咗錢，冇任何人靠得住，尤其係男人。呢種諗法滋生喺佢心裏邊，根深蒂固。諗到呢度，我已經變得凌亂。我唔敢肯定江帆對我愛究竟有冇佢語言描述咁深咁真。我只能講見步行步呢。算啦，你哋後生仔嘅事，我都理唔到咁多。就算我想理，都冇幾多日子。相處嗰陣多留啲心眼，咪到時候人財兩空嘅時候，就跑到我呢度喊。我如果仲在生，仲可以安慰下你。等我死咗，你真係連喊嘅地方都冇。文叔開玩笑咁拍咗下我膊頭，以後唔好嗌佢嚟啦。唔好要邊個嚟啊？就喺呢個時候，病房門被推開，一把女人聲傳入咗房間。我嘅第一反應令到我忍唔住震咗下。我擔心嘅係江帆啱好翻嚟，聽到咗呢句話。好在嚟人係張克，佢笑住走入病房，對住文叔問：阿舅，傾緊啲咩啊？我同小東上翻課。文叔隻手再次喺我膊頭上拍咗兩下，咁先至收翻去。上大師講課，可唔可以俾我學下嘢先？我可以交學費噶。張克調皮咁講咗個玩笑，緩解咗房間內嘅氣氛。阿姐，佢哋到咗未啊？我從板凳上企起身問。你齊晒噶啦，而家佢哋要幫阿舅做一個更加全面嘅檢查，我係先過嚟提前通知你哋嘅。我自己嘅身體我自己知道，冇必要再做呢啲嘢。每日能夠睇到你哋兩個，我就好開心啦。文叔寵溺咁望住張克同埋我，佢係刀嘴豆腐心，嘴上講呢啲嘢冇必要，但係喺我同埋張克嘅要求下，佢仲係會乖乖配合。嗰陣，幾個醫生走入病房，推住文叔去往檢查室，我同張克亦都跟隨一齊去。喺檢查室嘅門口，我見到咗幾個外國嘅專家，人都係勢利嘅，外國人都一樣。啱先對住本地醫生講咗大通雞腸、指手畫腳嘅外國專家，喺見到張克之後，即刻熱面相迎，因為張克係佢哋嘅老闆，講好聽啲呢係請過嚟嘅，實際上呢就係僱傭關係。你而家收聽緊嘅係由豬仔、付小山、童仔共同演播嘅《我做老千那些年》，歡迎訂閱收聽。喺醫院跟跑咗一個下午，全程都係張克同埋專家英語對話。我除咗 yes 同埋 no， 其他任何一個單詞都聽唔明。可以話成個下午我都係處於一個懵嘅狀態。直到所有檢查結束，張克同埋專家講完嘢，我哋兩個就喺醫院嘅走廊內，先至俾出我一個問話嘅機會。阿姐，嗰啲外國佬點講嘅？對於文叔嘅病情，我十分關心，同埋迫切咁想要知道答案。只不過啱先佢哋一直喺度交流，如果我插嘴叫張克幫我翻譯，咁就唔係好禮貌啦。身體檢查同本地醫院做嘅大致相同，而家啲專家開緊會，商討緊治療方案。係啦，等陣間我要去多轉火車站，有一位德國嘅專家啱啱係瀋陽回診完，搭緊火車向呢邊趕過嚟。張克抬起左手，望咗一眼手腕上嘅手錶時間，仲有45分鐘火車會到站，我過去先啦。元江市距離瀋陽將近1000公里，咁遠嘅距離，張克唔會派車專門去接一位專家。98年嘅時候，元江市並冇修建機場，嗰位德國專家想要過嚟，最優嘅出行方案就係坐火車。
好，咁你去忙先啦。同埋張克道別，我坐上電梯，重新返到病房。專家嘅會議仲冇結果，即使我幫唔上咩忙，但係我作為民宿最親嘅人，我必須一直陪伴喺佢身邊。檢查咗成個下午嘅民宿，早已經疲憊不堪。我返到病房嘅時候，佢已經瞓咗過去。坐喺另一張病床，我從櫃桶裏邊攞出一沓啤牌嚟，隨意咁擺動起身，打發時間。呢啲啤牌係民宿嘅貼身物品，無論佢走到邊度，住到邊度，身邊都會放啲啤牌嘅。我能夠喺短短幾年成就今日嘅簽術水平，除咗天賦之外，啤牌、骰仔呢啲嘢對我亦都係極大嘅吸引力。細嗰陣，我成日因為玩呢啲嘢忘記咗時間，有時候晚黑食咗飯再開始練，一練就係成晚都唔知疲憊，咁就叫樂此不疲。喺啤牌嘅世界裏邊，時間對我嚟講飛速度過，就好似而家好多後生仔玩電子遊戲咁，不知不覺2-3個鐘就過去咗。我做老千那些年，作者哈克愛德瑟。本作品由縱橫中文網授權，回聲文化出品，粵有聲氣工作室製作，豬仔領銜演播。本集已經播講完畢，多謝你嘅收聽。如果覺得好聽嘅話，幫手點個讚，同埋推薦下專輯啊！月票投得越多，我哋嘅動力會越大，更新嘅速度就會越快。歡迎大家踴躍評論，我哋都會一一回覆。多謝你嘅支持。更多好聽又精彩嘅故仔，請關注粵有聲氣工作室。我哋下集見。第188集，張克去接專家已經過咗3個鐘，按道理佢哋應該早就返嚟嘅。心裏邊焦急，我攞出手機同張克打咗個電話。喂，阿姐，你哋仲未返嚟嘅？電話接通，我企喺醫院嘅門口，開口問。專家所在嘅會議室我都去睇過，嗰班外國佬仲喺度開會，但係就並冇見到張克同埋小五嘅身影。我而家喺派出所度啊，德國專家嘅袋俾人偷咗，入邊有好多好重要嘅資料同證件噶。張克語氣中盡顯陰沉，一向沉着冷靜嘅張克能夠喺個語氣中感受到怒意，咁就證明火車站嗰班賊仔嘅舉動真係激嬲咗張克。派出所嗰度點講啊？話係處於監控死角，呢一邊都冇乜特別好嘅方法，淨係話會盡力揾，呢一邊立緊案。張克如實講，火車站唔見嘢，唔使講，係紅斌手底下嗰班賊仔做嘅。我同黃葉結仇，大軍同埋紅斌嘅關係亦並唔融洽，想要通過關係攞翻個包嘅可能性並唔大。非但如此，如果對方知道呢個包同我有關，一定會刁難。而官方嗰邊，佢哋食咗紅斌唔少嘅回扣，幾乎可以話咁就係紅斌嘅保護傘。至於佢哋希望會更加渺茫。你哋而家喺邊個派出所啊？我而家過去。牡丹路派出所。得到地址之後，我打咗架的士，趕往牡丹路，先過去睇下情況。如果特別緊急重要嘅嘢，張克嗰邊有冇咩好嘅辦法解決？咁我只能夠聯繫一個人呢，朴國昌，佢係扒手組織嘅內部成員，佢或者有辦法。至於話佢會唔會幫我，交情先唔講，講錢都能夠令佢心動，咁就係我有錢之後嘅底氣。有咗錢之後，我先至發現錢或者唔係萬能，但係錢就可以解決呢個世間99%嘅事。冇錢咁先至係萬萬不能。師傅，停喺嗰架黑色轎車隔籬就得啦。我指住張克嗰架凱迪拉克伍德，喺我指揮下，架的士慢慢咁停車。當我落車嘅時候，佢仲輕聲感嘆咗一句：哎喲，呢啲美國車真係靚嘅啫。你而家收聽緊嘅
係由豬仔、傅小山、童仔共同演播嘅《我做老千那些年》，歡迎訂閱收聽。走入派出所，張克、小五仲有嗰位德國專家坐喺長凳上。嗰位德國專家嘴裏邊就喺度碎碎念咁講一啲我聽唔明嘅語言。點啊？我走到張克面前，睄咗眼裏邊辦案嘅民警。從張克幾人嘅表情嚟睇，應該係情況並不樂觀。佢哋話立案調查需要時間，叫我哋返去等喎。張克無奈咁講。咁仲坐喺度做咩啊？我都唔知點解會突然問一個咁蠢嘅問題。聽到我問題，張克面上嘅愁容消失咗一陣，轉變為一抹發自內心嘅笑。乜你唔係話叫我哋等你嘅咩？係喎。我俾自己嘅蠢話搞到笑咗，從袋裏邊攞出支煙點着。我問：唔見咗嘅嘢有冇啲無法挽回嘅重要嘢？錢對於張克嚟講係最簡單嘅問題，能夠令張克跟住一齊愁眉苦面嘅，應該係裏邊嘅文件之類嘅嘢。張克呢種城府唔會因為人哋唔見咗嘅嘢而波及自己嘅情緒，佢能夠跟住愁眉苦面，我懷疑德國專家丟失嘅嘢，或者係同埋民宿嘅病情有關嘅。專家話有一份文件嘅資料同阿舅嘅病情係息息相關嘅，係班專家針對白血病所做嘅病理分析，而通過呢一份資料，班專家先能夠用最科學嘅方法嚟幫阿舅醫病。而呢一份文件連同埋佢嘅袋一齊唔見咗。提及到呢件事，張克眉頭輕輕皺起，我能夠感覺得出嚟，佢對民宿好上心，盡心盡力。呢度唔俾食煙。就喺呢個時候，坐喺裏邊嘅警察提醒我熄煙。走啦，出去傾。喺呢度係等唔到答案嘅。我招呼張克三人，轉身推門而出。企喺街道邊，我食咗啖煙，望向張克講：你先返去啦，呢件事交俾我。官匪勾結，指佢哋係冇能揾得到嘅，所以只要呢班食公糧嘅家伙幫忙揾，基本冇可能。就算係張克動用佢嘅官方人物，亦都未必會有成效。再講咧，張克為民宿做咗咁多，亦都該到我出力啦。你有咩方法啦？張克緊咗下自己嘅外衣。冬季嘅夜晚喺呢個平原城市，寒風肆虐係常態。呢班賊仔都係有組織、有紀律嘅。我識一個人，佢應該可以幫得上手。需唔需要我陪你啊？望住佢嘅細皮嫩肉，俾風吹咗陣就變紅嘅面，我邊有可能叫佢同我去遭罪嘅？對於呢啲常年出入高級場所、接觸社會名流嘅大人物，我帶住佢去一個大排檔揾一個賊仔，仲係算罷呢。我做老千那些年，作者哈克愛德瑟。本作品由縱橫中文網授權，回聲文化出品，粵有聲氣工作室製作，豬仔領銜演播。本集已經播講完畢，多謝你嘅收聽。如果覺得好聽嘅話，幫手點個讚，同埋推薦下專輯啊！月票投得越多，我哋嘅動力會越大，更新嘅速度就會越快。歡迎大家踴躍評論，我哋都會一一回覆。多謝你嘅支持。更多好聽又精彩嘅故仔，請關注粵有聲氣工作室。我哋下集見。第189集。唔使啦，你哋先返醫院啊！我向張克擺咗下手，將貂皮嘅帽笠喺頭上，向住遠處走去。呢個貂皮係我啱買嘅，黑色嘅貂喺呢個年代嘅東北同埋今年一樣，象徵嘅今日男人嘅地位。作為一個冇咩見識嘅暴發戶，咁就係我眼中嘅潮流。嫖過張部手機，我只能夠憑借住佢俾我個地址去嗰個烏蠅館揾佢。
愛民街115號朝鮮冷麵。哦，就呢度。揾到咗愛民街115號，望住呢個殘破不堪、睇起身就唔乾淨嘅冷麵店，我走咗入去。越係呢種檔口仔，往往就越會存在住美味嘅小食。冇睇呢啲地方豆腐癮咁大，但係佢嘅生意呢，就出奇咁火爆。我趕上嘅時間亦都啱好係飯點，成個雜棘棘嘅餐廳逼到到處都係人，連一個落腳嘅地方都冇，亦都根本冇人招呼我呢個客人。而家呢種火爆嘅情況，我只能無奈咁退出飯店，企喺門口等飯點過去，人少啲嗰陣再去。我係去求人辦事嘅，自然就唔可以耽誤咗人哋嘅生意。我呢個人唔中意食冷麵，更唔中意太熱鬧嘅場所。朝鮮冷麵對面有一間麵館，相對冷清啲。我點咗碗麵，坐喺屋裏邊，一邊取暖一邊等。終於大概等咗1個零鐘左右，朝鮮冷麵嘅人少咗好多。我埋咗單，走返朝鮮冷麵。阿哥仔啊，想食啲咩啊？飯點過咗，人都少咗。飯店嘅老闆娘亦都終於有時間招呼我呢個客人啊！我揾人嫖個娼，我係佢朋友。哦，佢啱返嚟啊，喺後邊食緊飯，我幫你叫佢啊。老闆講住就走到後廚，冇陣功夫，嫖個娼就走過嚟。喺見到我嘅時候，佢眼裏邊閃過一抹慌張，然後對嗰個老闆娘講：人手，呢個我老鄉嚟嘅，走啦哥，我哋出去聚舊。我可以睇得出嚟，嫖個娼甚至有啲膽怯之意，就好似一個做錯事嘅細路仔咁。佢拉住我，匆匆走出朝鮮冷麵，一直走過咗幾個拐角，嚟到一個冇人嘅地方，佢先至停低腳步講：東哥，一聲招呼都唔打，擅自跑到呢度嚟，危險重重，鬼門關，命大你冇俾撞見。一走到呢個冇人嘅巷裏邊，嫖個娼就恢復喺平日裏邊嘅常態，講起話嚟呢，又開始七字一句咁押韻上呢。唔係你俾我地址咩？再講啦，你又冇手機，我點同你打招呼啫？我遞咗一支煙俾嫖個娼，自己都點咗一支。唉，呢度係個根據地，部門嘅食堂喺呢度，黃葉就喺後院嗰度。如果遇見嘅，你就要被斬死噶啦！嫖個娼啜咗一啖煙，一副懊惱又劫後餘生嘅疲憊。反正呢條友就係個戲精。佢嗰啲表情裏邊充滿晒做作同埋誇張，直頭就係個戲精。你而家收聽緊嘅係由豬仔、付小山、童仔共同演播嘅《我做老千那些年》，歡迎訂閱收聽。今日仲未撞見咩？先冇講呢啲啊！我呢次嚟揾你係有正經事嘅。文件檔案關係到民宿，同埋民宿有關係嘅任何事，喺我呢度都係天大嘅事。東哥，請講。嫖個娼隻手喺半空中畫咗幾個圈，最後一隻腳微微彎曲，轉圈嗰隻手就做出請嘅手勢。佢仲特登用咗個請字，簡直係將戲劇化表演演繹到極致。佢嘅種種表現喺我心裏邊都有一種小丑嘅感覺，佢似乎就係用呢種方式去討其他人嘅歡心嘅。唉，唔好搞啦，係咁嘅。啱先喺火車站，我喺國外請嚟咗一位德國專家，唔見咗個手袋，裏邊有好多重要嘅文件。呢啲文件關係到我阿叔嘅病情，裏邊嘅錢佢哋可以攞走，將資料同埋證件還翻俾我，咁就得啦。錢對於而家我以及張克嚟講都唔算大事，裏邊嘅資料同埋證件呢啲賊仔攞咗都係銷毀，佢哋要嘅係錢，錢我可以俾佢哋。我知你講嘅呢件事，個袋呢係麻子偷嘅，呢件事唔係好辦啊哥。見我態度認真嚴肅，嫖個娼亦都收起咗佢玩鬧之心，唔再押韻，唔再表演，認真咁同我對話。
我可以攞錢嚟換嗰啲嘢，我出2000蚊買。呢個世道就係咁嘅，我哋係俾偷嘢嘅人，想要攞翻自己嘅嘢，仲要俾違法犯罪嘅人交錢，呢種事太正常啦。冇辦法，為咗文件，只能夠忍。2000蚊，話多唔多，話少唔少，但係換取嗰啲文件應該夠嘅啦。我唔敢俾太多，如果我話一口價1萬，呢啲嘢我都換，我就怕開價太高，對方當我做水魚，再去提價。呢個麻子係黃葉嘅狗腿嚟嘅，你同黃葉搞成咁，佢哋都唔會俾嘅。提起黃葉，朴國璋嘅身體都跟住縮咗下。我做老千那些年，作者哈克愛德瑟。本作品由縱橫中文網授權，回聲文化出品，粵有聲氣工作室製作，豬仔領銜演播。本集已經播講完畢，多謝你嘅收聽。如果覺得好聽嘅話，幫手點個讚，同埋推薦下專輯啊！月票投得越多，我哋嘅動力會越大，更新嘅速度就會越快。歡迎大家踴躍評論，我哋都會一一回覆。多謝你嘅支持。更多好聽又精彩嘅故仔，請關注粵有聲氣工作室。我哋下集見。第190集。我唔出面，我將啲錢俾你，你幫我攞返嚟。咁係我能夠諗到個辦法。正如朴國璋所講，呢件事我唔可以出面。如果我出面嘅話，佢哋為咗報復我，可能會直接銷毀文檔，亦都非常有可能嘅。唔得啊，東哥！如果我攞錢返去，佢哋會直接搶嘅，根本就冇可能攞嘢換。朴國璋搖頭搖到好似波浪鼓咁，佢呢句話提醒咗我面對嘅係一班地踎流氓。對於呢班人，我又點敢期望佢哋講信用呢？朴國璋喺嗰個地方冇地位，係一個任人恰嘅小丑。佢攞錢返去交換嘢，最後一定係人物兩空嘅下場。嗱咁啦，你幫我約見佢哋，我揾其他人過嚟傾。我諗咗下，呢件事仲係要叫張克出手幫忙。江帆呢個點喺賭場，梅姐又係大軍嘅人，同樣唔適合出面。伊麗娜有冇自保嘅能力？張克嘅身份地位以及佢身邊仲有一個高手小五，最適合不過。咁得啦，朴國璋點咗頭。你返去講俾佢哋聽，1個鐘之後，我哋嚟冷面館揾佢哋送文件。1個鐘之後，我坐喺朝鮮冷面廳斜對面嘅冷飲廳2樓，點咗份雪糕，坐喺靠窗位置觀察張克同埋對方嘅交易。雙方係喺室外進行交易嘅，一係為咗安全，畢竟呢間店係個賊兜嚟嘅。第二，冷面店嗰啲污糟邋遢嘅環境，張克都唔會入去。98年嘅供暖主要靠屋裏邊嘅幾個暖氣片，供暖不足，外加嗰個時候啲窗嘅設計唔夠完美，會有漏風嘅情況發生。冷飲廳嘅窗戶內側被一層透明塑料布封鎖，達到冷風吹入嘅效果。坐喺窗邊，我只能夠睇到外面發生嘅事，但就無法聽到佢哋嘅溝通。交易並唔順利，幾經波折，原本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嘅簡單步驟，足足溝通咗將近10分鐘，最後雙方先至達成共識。張克俾錢，對方交出咗資料袋同埋德國專家嘅證件，交易達成。黃葉呢班流民心滿意足咁返到冷面館。你而家收聽緊嘅係由豬仔、付小山、童仔共同演播嘅《我做老千那些年》，歡迎訂閱收聽。戴上貂皮大衣嘅帽，我從冷飲廳出門。海迪拉克已經停喺冷飲廳門口，為咗唔俾黃葉發現，唔同朴國璋添麻煩，我耷住頭，快步坐入咗汽車後座。
點啊？啲嘢攞到未啊？帳帽除低，我歪過頭望向張克，佢嘅表情好難睇，仲帶住些少肅殺之氣。唔通啲嘢唔啱？冇可能嘅，文件關係到文叔嘅病情，如果啲嘢有問題，張克肯定唔會離開。攞到啦。張克點咗下頭。咁你仲咁嚴肅嘅表情做咩啫？我仲以為未攞到添。確定啲嘢到手，我吊住個心亦算放低咗。文檔到手，咁剩低嘅損失就係同錢有關啦。1萬幾千對我對張克嚟講都唔算啲乜嘢。坐地起價，傾好5000蚊一口價噶嘛，漲到1萬蚊，成班賊嚟噶。元江市嘅地利真係令我大開眼界。張克深吸咗啖氣，好明顯佢喺啱先嘅談判中俾黃葉嗰班爛仔挖突到。唉，啲嘢攞到咗咪得咯，呢班人以後我會教訓佢哋嘅。我安慰住張克，坐地起價發生喺黃葉呢種人嘅身上再正常不過咧。就算朴國昌有心幫手，佢都冇嗰個能力。黃葉係我敵人，佢喺我度蝕嘅底，遲早仲會報復嘅。下一次遇見黃葉，我要佢連本帶息俾佢一個滿意嘅教訓。呢種人亦該好好咁整治下嘅。返到醫院，我同張克共同參加咗專家嘅會議，佢哋全場雞腸交流，我聽到昏昏欲睡。會議一直持續到晚黑8點幾結束。張克大致咁同我講述咗會議嘅內容，一切醫療方面嘅嘢我都唔明。我知道張克係唔會害文叔嘅，而我除咗陪伴，而家對文叔病情最大嘅幫助就係早日揾到文叔嘅前妻同埋細路嘅下落。張克宴請嗰啲專家食飯，我拒絕咗佢嘅邀請，打咗個的士返到咗住處。啱一入門，驚喜就滴滴下咁跑到我面前，興奮咁喺度搖住尾。係咪想出去溜下？我摸咗驚喜嘅頭，攞起掛喺門口嘅狗繩，套喺佢條頸上。俾套上繩之後，佢顯得異常興奮。我知道屬於佢短暫嘅自由自在來臨呢。萬物皆有靈，冇任何一個生物中意被囚禁喺一個密閉嘅空間裏邊。嗰啲雀仔掛喺籠中，供人觀賞，唔休息唔休飲，遮風避雨。但係佢哋渴望嘅係無邊無際嘅天空，哪怕個天有風雲有雷雨。狗都一樣，人就更加係咁啦。艱辛坎坷，大起大落都經歷過，擰轉頭睇，咁先就係人生。我做老千那些年，作者哈克愛德瑟。本作品由縱橫中文網授權，回聲文化出品，粵有聲氣工作室製作，豬仔領銜演播。